今日母親節，祝大家母親節快樂吓。日前咧，關於咧長和出售呢個巴拿馬港口咧，就引起好大嘅譁熱，因為好多人話事前冇知會到中央等等，咁就話會引起中央不滿。咁亦都有人話咧，根據公司法咧，長和必須要知會中聯辦或有關機構，尋求批准先至可以出售。咁亦都有國家監察總局就用反壟斷法去對長和進行審查。咁喺呢度咧，我就想同大家作出一啲簡單嘅分析。首先，無論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者香港嘅公司法，都冇一條規定要求呢一個上市公司要對重大交易，特別係涉及國家安全，要向呢一個中聯辦或者其他機構要求批准呢一條條例。公司法係冇嘅。咁我相信呢啲係坊間誤傳嘅啫。但係咧，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反壟斷法咧，就有講過，如果牽涉重大基建嘅話咧，係需要尋求佢哋批准，呢個係啱嘅。咁但係國家市場監督總局引用呢個反壟斷法去試圖嘅目的，當然係制止長和出售呢一個巴拿馬港口啦。係唔係合理咧，或者啱咧？我有啲疑問嘅，因為根據一國兩制原則咧，中華人民共和國裏邊嘅法律係咪適用於香港咧嘅上市公司咧？咁我覺得有啲存疑嘅，亦都好容易接受到人哋嘅挑戰，甚至可能話挑戰一國兩制嘅實質性。咁我覺得呢度要避免下。好啦，其實香港係咪冇法例可以去制止李嘉誠咁樣做咧？其實香港有好多法例同埋規則嘅。我哋先講下規則。根據上市規則第14條咧，講得好清楚嘅。如果有任何重大交易咧，上市公司必須要作出重大披露，即係話佢喺召開股東大會之前咧，佢要出一份我哋叫公告，或者英文叫 announcement， 裏邊要詳細講得好清楚呢一個交易裏邊嘅內容細則啦，是否符合股東利益或者公眾利益啦。咁喺呢個公告草稿遞交咗聯交所嘅時候，聯交所係有權對於呢個內容咧作出一個審核。如果聯交所有意見認為呢個交易係危害公眾利益，或者甚至危害國家安全，又或者有小股東或者有其他人士投訴嘅話，聯交所必須要向呢一個上市公司提出質詢，要求上市公司解釋清楚如何符合公眾利益，如何不違反國家安全。因為呢一個唔係上法庭，嗰個解釋責任咧就係上市公司嘅。我相信咧，長和喺呢方面咧解釋絕對不容易。喺我嘅經歷，我試過咧有一個所謂通告咧，去到1年都未批都有。咁所以咧，其實呢一個都唔簡單。甚至如果真係牽涉到國家安全嘅話，證監會亦都應該介入。即係話呢個通告或者呢個交易，除咗聯交所批准之外，亦都證監會有權作出一個干預嘅。咁呢一個已經係喺我哋上市規則第14條講得好清楚啦。而調轉頭咧，另外小股東咧，如果覺得呢一個唔合股東利益或者唔符合公約咧，佢亦都有權向法院申請咧，將呢一個交易咧取消或者停止。另外，就算呢一個公告係獲得通過，佢可以召開股東大會。根據 Listing Rules 亦都係上市規則，裏面講得好清楚，如果係 very substantial transaction， 即係 VSA， 仲非常重大交易嘅話咧，咁一般章程係需要有 75% 嘅股東通過先至可以獲得批准去進行呢個交易。如果係普通嘅叫 material transaction， 即係重大交易，都要 50% 通過。咁所以咧，喺呢個爭拗性咁大嘅話，李嘉誠能唔能夠落到 75% 或者 50% 通過咧，係一個好大嘅疑問。當然，李嘉誠可以去規避呢一個聯交所嘅監管，就係咩咧？就係私有化，將上市公司私有化然後除牌。
但係其實呢個私有化係咪咁容易咧？一定唔係啦。除咗李嘉誠要用大量嘅金錢去收購小股東嘅股票之外，佢仲亦都可能受到小股東同埋聯交所嘅質疑。咁所以呢個亦都唔係太可行。另外，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簡稱就地區國安法，第6條已經寫得好清楚，任何人、任何機構都必須要維護國家安全，有呢個責任。機構嘅意思係包括埋私營公司，即係上市公司又好，私營公司又好，即係所謂企業。咁長和咧係絕對包括在內嘅，佢哋必須要去維護國家安全，有咁嘅責任。好啦，如果佢哋繼續去進行一啲交易，而啲交易係有機會危害國家安全嘅話，佢必須要立即停止，否則長和或者佢嘅董事咧都有可能負起刑事上及民事上嘅所有責任。呢一個就好清晰，大家可以睇睇地區國安法嘅第6條。好啦，另外根據地區國安法第12至第14條咧，香港特別行政區要成立一個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嘅。咁佢有個好大嘅權力，就係佢要就住香港國家安全嘅事務方面咧，佢可以作出政策啦，或者重大嘅行動啦，去維護國家安全。咁而呢種行動或者政策或者佢出嘅任何決策都好咧，係不受司法覆核嘅，即係話法院都干涉唔到嘅。如果我哋有個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經過研判之後定性長和出售呢一個巴拿馬港口係損害國家安全利益嘅話咧，即係危害國家安全嘅話，佢就有權去定性咗呢度之後，香港聯交所及證監會咧就可以引用呢一個無可反駁嘅決定，可以阻止李嘉誠去出售巴拿馬港口。其實咧，我認為咧，香港特區政府咧係有責任去維護國家安全，佢就應該主動出擊，就唔係只係由得中央政府或者國家監察總局、市場監察總局去做，因為咧咁樣咧，其實可能有啲令人有啲質疑。而香港本身有足夠嘅法律同埋規則阻止，點解我哋唔去主動出擊咧？呢個就係我今日所講嘅嘢。我喺度重申就係香港特區政府係有個主導責任去維護國家安全。對於長和事件，佢應該有個主動性嘅行動。多謝大家。